三下三，左三右三，左手與右手相同動作，右手先出左手，攤手，攤手一邊出一邊旋轉，個踭要歸中，圈手變佛掌埋，將隻臂拉埋，有條橋要攞平，不得着力，放鬆晒啲力啊！變拱手出，又變佛掌埋，連做3次。拱手變翻佛掌埋，斜托上，抽翻嚟，正中打佢一掌，右手與左手相同動作。嗰隻馬都要鉗住，兩隻鰭要鉗住，個腹部唔好收縮，個通要挺起個通，挺起個通佢拉開，個頭唔好低，傾斜喺佢直線。隻手一邊出，隻踭一邊出一邊歸中，斜托上抽翻嚟，正中打掌。咁左撳手，右撳手，後撳手，前伏手，雙翹手變雙殺手，變咗雙翹手收拳。雙攤手出，雙圈手變伏手，雙標手、扣手、提手、橫推掌，一圈打佢一掌，咪上挑手、下陰手，上挑4下，下陰3下，打掌正中。右手與左手相同動作，跌綁手，手板要向外，手臂要傾斜，個踭要歸中，下叉手脫手。脫手要相反，兩隻旋轉翻上收拳。呢套小念頭呢套呢套尋橋，又係開步，同時一樣，3套拳都一樣下叉手變上叉手，收拳日字衝拳，放開佢5指明顯勁。雙扣手，右中線扣套上，扣落慢慢就放，一邊攞一邊放，扣3次，一邊攞一邊放，扣夠3次，第4次套翻上，雙掌打出，變緊翹手，一分手，扣手托手。斜托上隻掌又爭底套出，變殺手、伏手、脫手，
又是四套動作與呢個左邊相同，一邊落一邊放就扣手嘅。扣住喺爭低攞一隻手出去借撐上，變殺手，變伏手，脫手。因為綁手一手板一定要向外，手臂要傾斜，拉翻過嚟3下，一攬要變攤手，打佢佢變脫伏手。呢個一定要傾斜嘅綁手啊，手板要向外。呢個上步綁拉翻過嚟，起兩腳，上邊隻腳可以正去，下邊隻腳一定要打橫。一拉過嚟，一腳呢隻腳打橫，一攤，一攤一爛一攤就跟住打出。綁手兩腳一攤一爛一爛一攤。拉過嚟，一沉爭嚟爛手變攤手，每邊做3處，一邊一處一邊一處，總共做6處。呢個上步綁咧，抽上嗰下，外邊抽上呢下就呢個動作就外邊抽上，再嚟一個動作之後咧就有裏邊抽上，綁手亦相同同時一樣綁咁樣綁上步，呢下就裏邊抽上啦。變爛手爛手脫手，由裏邊抽上，呢下就實際上呢下抽長拳呢下就雙綁，一轉身就打佢一腳，跟住雙綁，雙手扣落，一左腰左膊，跟住你蹬翻呢個人一掌打上。雙掌打去一扣，雙掌打出，一轉彎，俾翻兩腳佢，呢下切手正宗打彎3拳，呢套撐就咁啦。呢套呢就標誌開拳與3斗拳一樣開馬開拳都係一樣。呢個批踭。起咗拼批過去，連批3下，呢個變掛脆咗，起踭標上隻手，跟住上步標埋呢隻手，牽步開彎步，批踭拼批過去，掛脆，標手標上跟住呢隻標埋上去，收拳，再開彎步。圈步開步好似畫圓圈咁樣圈步，呢下就爭得要跪落去，跪落去咧就一標隻手，一標上變攤手打掌，又靠揦住佢就走翻正中打佢掌，走翻正身打佢掌。
咁啊一段一處，一段一處，總共做6處。呢個標手，呢啲實際上影手嘅呢幾下嚇，呢度就係伏手，一扣住佢，一扣佢拉開佢，拉開佢由啲剃高啲隻手伏落去，一伏，剃高啲伏落去，咁啊3下。隻馬咧就易些少易些少身，冇轉太多。呢下外更手。外更手易些少角度易些少角度踢嘅，底手踢起變伏手。呢下壓手，一隻壓一隻撐死佢就爭。變內更手，內更手由上手變伏手，打出啫，由底手打出。頭先嗰套係標指，呢套係木人樁嘅，呢個空手玩木人樁嘅。呢個底磅個步法走橫一柱，走直線橫一柱，嗰個步法走45度角，走側走側走45度角。變蝴蝶掌，一綁一攤佢變蝴蝶掌，又變蝴蝶掌，內更變蝴蝶掌。呢下壓手壓手殺頸嘅。又連環手，連環掌呢係。一割翻落嚟，用腰用馬去阻，一阻就跟住割，跟住衝翻上。呢個蝴蝶掌，單破手呢啲嘅，個身要走側，走斜啲身更住內更住佢起腳。呢個掛翠變劈翠劈翠變掛翠，劈翠變掛翠呢下掛翠，走翻正身，壓手呢。外更變內更，內更變翻外更，呢下牽更，外更。內更變外更，走翻正身變牽更，你走實腳，一破入跟住走實腳，更住佢起一腳呢下內更，內更變外更，外更變外更。
呢下由單個走就走實腳，你又拍走去㗎啊！呢個內家，呢個無印裝嘅，空手玩無印裝嘅。
開始。小咯，天生佢咯。開始。
㗎。